大家好，歡迎嚟到陳公子藝廊遊園 Art Promenade。講藝術唔使扮高貴，識玩先至識欣賞。導覽開波前 CLS 行先 ，Like Subscribe 記得撳埋個鐘仔啊！上集本公子同大家認識咗個國寶級殺人犯燥底王卡拉瓦喬咯。佢嘅光與影戲法玩到出神入化，但係脾氣就火爆到殺人屠肉，最後慘死喺路邊。好啦，講完咁多血腥嘢，接住落嚟今集就要同大家嚟個大反差，結識一位人生勝利組乘龍快婿魯本斯。佢嘅人生就好似一早已經度好嘅一個劇本咁一帆風順。喺1600年，佢23歲嗰陣去咗意大利留學，學成歸國之後就即刻俾當時統治法蘭德斯嘅哈布斯堡王朝皇帝同西班牙女王禮聘咗做宮廷畫師。而佢去羅馬留學嗰陣，卡拉瓦喬就啱啱好當紅啦。魯本斯簡直當咗佢係偶像，畫風自然受咗呢位師兄影響啦。不過佢唔單止受影響，佢仲勁到寫信翻去個祖國，大力宣傳羅馬有位好犀利嘅卡拉瓦喬，啲作品好值得收藏。佢自己都大手買入咗好多幅添，真係眼光獨到，識得炒畫。我哋先睇下呢幅畫，大家有冇發現啲乜嘢？係咪覺得呢幅畫同我哋上集講嘅卡拉瓦喬嗰幅畫好似樣呢？冇錯，呢幅係魯本斯臨摹卡拉瓦喬嘅基督下葬。不過雖然話係臨摹，大家望真啲，佢同卡拉瓦喬嘅原作又好似有啲唔同喎。係啊，佢冇卡拉瓦喬咁暗色調，佢唔係將成個背景都死黑一片，而係有光暗平衡。由此睇得出，魯本斯個人應該比較正常少少。佢唔係嗰啲燥底王，而係個高級精英嚟噶。佢係吸收到卡拉瓦喬嘅戲劇性，但係就冇跟足到嗰種極致嘅 tenebrismo 暗色調主義。魯本斯擁有極高嘅繪畫才華同超強嘅溝通能力，真係一啲都唔普通啦。佢嘅人生可以用一帆風順嚟形容。佢老豆本來係比利時安特衛普人，不過係新教徒，嗰頭嘅天主教勢力日益壯大。佢老豆咪唯有走佬去德國咯。魯本斯就係喺德國出世，10歲嗰陣呢，阿爸過身呢，佢哋就搬去安特衛普，之後去意大利留學。一開始嗰時去咗佛羅倫斯學提香嘅畫法，之後去到羅馬就俾卡拉喬嘅暗色調攝服咗。佢學成歸國，一返到去安特衛普就已經係宮廷畫師。呢個職位係當時畫家嘅天花板，俾錢都買唔到嘅。最重要係乜？佢仲娶咗地方名流嘅千金喎。佢老婆咧叫伊莎貝拉。你睇下佢哋將金銀花肖像，係咪成個人散發住意大利學成歸國嘅新銳畫家嘅優越感呢？成個感覺就係有錢有權又撈得掂。佢哋呢啲人咪就好似我哋今日睇嗰啲哈佛商學院畢業嘅財務部官員，仲要同大企業家個女結婚，有錢有權有地位嗰種超級精英咯。同上次個殺人犯卡拉瓦喬真係差天共地。魯本斯就係用佢精英嘅手筆畫出上流社會嘅巴洛克。魯本斯作為法蘭德斯第一嘅大畫家，佢初期嘅代表作就係呢兩幅 triptych 三聯畫，上十字架同射下聖體。呢兩幅三聯畫就掛咗喺佢嘅家鄉安特衛普嘅大教堂入邊。雖然佢唔及卡拉瓦喬嘅極致暗色調，但係佢呢兩幅畫嘅畫面都一樣血腥同沉重嘅。上十字架畫緊耶穌被釘上十字架嘅掙扎，射下聖體係畫緊佢死後被放低嘅沉重場面。呢啲係充滿戲劇張力嘅死亡場面，真係好符合巴洛克嘅特點。不過無論點都好啦，就係靠住呢兩幅作品，魯本斯奠定咗佢法蘭德斯第一大畫家嘅地位。魯本斯同拉斐爾嘅工作室一樣，就好似一條印銀紙機嘅量產機制。佢嘅工作室更被稱為黃金嘅工作室。佢係點樣做到嘅？佢一個人收咗全世界皇室嘅訂單，一個人當然話唔晒啦。佢就自己做 CEO 兼創意總監。佢會先起稿，畫好草圖，再交俾佢一班超優秀嘅徒弟，即係佢嘅藝術經理嚟分工完成。佢最後先做翻啲收尾工作同細節處理，例如畫翻主角嘅面部。佢嘅生產力根本冇人能及，全世界嘅美術館同皇室都有收藏佢嘅作品。佢嘅徒弟全部都好優秀，好似其中一個徒弟安東尼范戴克，
Van Dyck 後來仲成為咗英國國王查理一世嘅御用畫師。哇，睇下，連徒弟都可以咁優秀，真係好犀利。佢嘅語言能力又好到不得了，精通7國語言。咁加上佢好識交際，連法國、西班牙、英國各地宮廷都爭住揾佢訂畫。由於佢可以自由出入各國宮廷，直接見國王，所以佢有時仲會被委託做外交官。就好似去西班牙嗰陣啦，可能要受託帶口信俾菲利普4世。佢嘅工作已經超出咗畫家嘅範疇，直情係一個政治家。跟住嚟睇下佢點樣用畫筆嚟神格化皇宮貴族嘅權力，同時又盡顯巴洛克嘅戲劇性。呢幅係聖方濟各沙勿略的奇蹟，畫緊沙勿略喺亞洲傳教時令死者復活嘅奇蹟。你睇呢個死者，佢頭部嘅造型，你可能會問：咦，點解禿頭嘅？哈哈，又唔好笑人禿頭啦。佢呢個其實係想表現日本嘅傳統髮型丁曲。老本師當然冇見過日本人啦，佢只係憑住聽翻嚟，有人話日本人似乎係會將頭髮一部分綁起嚟，固定喺頭頂，憑住呢啲簡單描述，估估下就畫成咁。結果呢個似足烹嘅髮型啊，咪就係老本師自己 FF 出嚟嘅日本仔丁曲咯，真係完全唔似日本人咯。佢對東洋嘅印象完全係亂嚟。呢幅畫嘅背景仲有啲類似惡魔嘅石像跌落嚟，意思係啲東洋人信緊呢啲莫名其妙嘅壞神，所以沙勿略先要去教佢哋正確嘅信仰。雖然佢畫嘅都係戲劇性嘅奇蹟，但係老本師就唔似卡拉瓦喬咁偏愛暗色調，佢嘅畫作係比較明亮嘅，顏色都比較鮮豔。再睇埋呢幅法厄同的墜落，好刺激啊！佢畫緊法厄同俾宙斯用雷電擊中然後墜落嘅戲劇性一刻。一樣有聚光燈效果，但係佢嘅明暗平衡做得好好，所以比卡拉瓦喬更受大眾喜愛。佢係一個可以令到所有人都收貨嘅大師。跟住嚟睇呢幅瑪麗在馬賽港登陸，畫緊瑪麗皇后由意大利嫁去法國喺馬賽港登陸嘅情景。你睇下邊嗰啲海嘅精靈，個個都畫到好有肉噶，好似肥版美人魚咁。簡直係宣傳海報，話連海嘅精靈都嚟祝賀皇后啊！老本師嘅畫作有一個好出名嘅特點，就係佢最愛嘅肉肉女女。係咪估唔到啲有錢人食得咁肥膩咁重口味呢？佢筆下嘅維納斯三美神個個都係肥嘟嘟圓碌碌。佢相信呢種豐腴圓潤嘅體態就係理想嘅體態，仲話肉肉比較可愛添。呢種豐滿到露晒條事業線嘅體態喺當時嚟講已經算係最受歡迎嘅審美觀，認真重口味啊！但老本師嘅喜好真係有啲過咗龍，有啲人覺得佢哋畫得太肥啦，所以後嚟大家就用 Rubenesque 呢個字嚟形容佢筆下嗰啲豐腴肥胖嘅女性。呢個字直情係由佢個名而嚟噶。呢個咁中意豐滿體態嘅大畫家老本師喺佢53歲嗰陣，佢第一任老婆過咗身之後，竟然再娶咗一個得16歲嘅靚女海倫娜做老婆。人哋係大畫家，53歲娶16歲，你吹咩？仲話佢哋一齊生活咗17年，生咗5個仔女。喺佢最後一個仔出世嗰陣，佢已經61歲，真係精力充沛，有心有力啊！你睇下老本師筆下20歲嘅海倫娜，真係肥過欣宜，仲要係全裸，只係搭住一件大褸。自此全裸加一就係色情畫嘅歸列啦。因為全裸嘅聖女你可能會覺得神聖，但全裸加一就係絕對嘅鹹濕。可能呢啲就係若隱若現，更加有幻想空間啦。老本師嘅一生可以總結為作品多、錢多、重口味。佢嘅人生就係充滿咗過程，佢嘅畫作正正就係呢種人生圓滿載滿而歸嘅代表。好啦，節目嚟到尾聲啦，啱口味嘅就記得 like 同訂閱，留言話我知你最想去邊。我係陳公子，講藝術唔使扮高貴，識玩先至識欣賞。夜未央，下集再遊園。